象數預告，中島、豐台、北海地拜六禮拜上晚近台灣，上緊有機會在拜五下半晡發布海上風台警報。美國白環保組通病疫情拖去45週，目前至少18000例，綠色金州上較嚴重，已經有2件死亡個案。南韓東南部慶尚南道牛山市8月初二熱到42度半，創下南韓122冬來上界熱紀錄。你好，歡迎收看公視第幾台新聞世界通，我是曹欣。中島、豐台、北海地又閣流變強，氣象署預告講拜五、拜六會來通過琉球群島，會佇咧拜六禮拜上界挖進咱台灣，也上緊有機會佇咧拜五的下半晡來發布海上風台警報。要對拜六開始，全台灣受到風台外圍環流的影響，各地會來變天。中島、豐台、北海道1點經過22公里的速度，繼續向西邊方向刷震動。拜五會挖進琉球群島，經過了就開始轉向北邊。拜六風台上挖台灣。大概是在週五的下半天，這段時間可能會暴風圈碰觸到台灣的海警範圍，還是有幾率發布海上颱風警報的哦。自拜三到拜四，轉做偏北風，北台灣會開始落雨。拜五風台慢慢挖近，西半部也會落雨。後日拜日風台上挖，水汽變多了，天氣不穩定。看風台離咱外遠，落雨的區域也會改變。因為風台路線已經確定會通過琉球群島，有郵輪的業者公布8月初5行程有變，本來要去日本變去香港。電腦拍8月初5去日本沖縄話，後禮拜轉來台灣，這麼才要報旅遊不便險。網頁出現因為風台影響，暫時無接受。這麼泰安產險、國泰產險、富邦產險、新安東京海上、兆豐保險7間業者，暫時無接受特定期間去日本的海外旅遊不便險加旅遊綜合保險。因為現在聖嬰現象加上各種意外，都為旅行帶來各種不同的風險。每一間可以提早購買時間不一樣，從30天到半年不等。那這一次大家普遍都提到不便險的部分，那當然有些保險公司為了方便，它可能連旅行的平安險跟醫療的部分一起停掉。業者講，那日公告進前就已經投保不便險的旅客是無受影響，若是行程有改變，記得愛甲相關的單據留來，保護家己的權益。記者綜合報道。台南市府今日閣再公布3種烤地油驗到苯並芘超標，原料分別是對嘉義、雲林、甲台中來。目前嘉義、甲雲林的業者已經甲有問題的烤地油來回收，等待進一步的檢驗結果。衛生局人員甲封條大地鐵桶，希望有10萬問題，連烤地油嘛有。台南市政府7月23日時，抽驗轄區內23款烤地油，白麻油、烏麻油，測試公布3款問題烤地油。它是在3月1號，向我們台中市的一個精品坊食品有限公司，它是購買了這個苦茶籽，我們也已經移給我們的這個台中市來追查這個苦茶籽的一個來源。賣問題烤地油的商店測試正常營業。根據了解，北區台南福利站所賣烤地油驗出苯並芘2.5微克，自行製油的東山烤地油嘛驗出2.1微克，得廠商號超標上劑驗出3.0微克，而且已經賣45公斤出去。這3款烤地油苯並芘攏超標。現場也抽驗了油品，那後續呢將依法辦理。那有關這一次的2批次的苦茶油，那我們也請業者在今天下班前要提供下游的清單，並且同步通知下游的廠商停止販售。衛生局就問客查，自行製油的烤地油是向嘉義市原發製油廠買入了後，擱分裝來賣。原發表示原料是甲別人買，已經配合衛生局封存保管，等檢驗結果。同款出問題的雲林強北合作農場，目前產品攏落來，伊的油都是為7月發現8批問題烤地油的嘉義原村製油廠來。它連貼標跟裝瓶都是委由原村製油進行了哈。那在4月份哈，這個產品都已經售出了。那後續
也沒有再跟延春自由進貨。北檢測是會當事務所等單位對元春維加甲梅山地油生產合作社等3間涉案業者進行搜查，但是台南第3款問題課題油得搶上號，向台中金品豐購買課題紙。金品豐表示，課題紙為中國進口，冇摕到檢驗報告，證明真濟屆家己送驗攏無驗出來。另外，新北農70生物公司初3原來自主通報，因所生產的課題油驗出糞便比超標6.4微克。衛生局舉報要求業者暫停作業加換賣，不過唔拿國內油、進口油原來有超標的問題。和斯特股份有限公司報驗的奧地利南瓜籽油檢出苯平比每公斤2.5微克。問題油一直壁，除了地方政府查驗國內油，是表示原來針對進口問題金瓜子油的業者和斯特，佇邊境調整做特批攏愛查驗，抽驗比例是100%。公司新聞綜合報道。越南國內新冠疫情是連續8禮拜加懸，疾管署表示講頂禮拜有18990人次去予醫生看，比前一個禮拜增加74.8%。預估這個疫情會佇個8月中上界嚴重。也疾管署在提醒高風險的族群，要趕緊注疫苗，較袂得到重症。即馬休熱是旅遊的大季，疾病傳播的風險嘛較高野懸。疾管署指出，國內新冠疫情感染的人數已經連續8禮拜有增加，頂禮拜的每急診有18990人次，比前一禮拜增加74.8%，預估8月中進入高峰期。疾管署表示，大部分重症患者是65歲以上的時代，還有慢性病的患者。有89.1%無做過這個疫苗。我們的預估高峰還是在8月中下旬，好，8月中下旬的時候會最高。那預估的那個單週就診人次可能會達到51000人左右。疫情當日加懸，病毒株冇變化。疾管署表示，目前國內最近4禮拜流行的病毒株 EPQ.16.1.1 變異株為主。為着新型變異株的症狀，甲多數呼吸道感染差不多。世界衛生組織嘛評估，目前新冠疫苗對預防重症也有保護力。疾管署表示，全球新冠疫情都有加懸的趨勢，尤其東南亞、甲西太平洋地區當咧高原期。醫生嘛提醒民眾愛做防護措施，緊急符合資格高風險族群緊注疫苗。像是有慢性疾病啊，或者是免疫低下的話呢，那如果有出現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狀，像這個咳嗽啊、流鼻涕、喉嚨痛，是這個肌肉痠痛啊，或者是有呼吸喘、呼吸困難的話呢，還是要盡早的這個就醫。那即馬休咗出國佚佗的人較濟，疾管署指出，頂禮拜有增加8個天高級的境外移入病例，今年計共104例，為印尼、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入來的較濟。疾管署嘛提醒民眾出國若有戶外活動，建議穿淺色還是長的衫褲，避免去雨網仔頂。出國回來10時間內若有發燒、頭痛等等，都要趕緊就醫，主動通報旅遊記錄。記者郭志雄、謝桂林台北報道。美國要環保豬糖病。美國疾病管制預防中心目前是掌握講至少18000例疫情是傳去到45個州，密西根州上界嚴重，也因為衛生官員證實講已經有2件相關的死亡個案。這個環保豬糖上接出現佇個菜色甲果子，這個菜色甲果子若是講需要污染去，互咱人食落飽，這個環保豬糖就會寄生佇咱的腸仔。人就會嚴重來遭白幾若禮拜，造成講脫水。也通常是要害人死亡。不過這回美國是爆發有史以來規模上界大的環保豬糖病，這是引起關注。也疫情調查的指向講墨西哥來的這個娃仔菜是感染源之一。也咱是有數的表示講，咱台灣是已經3冬無對墨西哥來進口娃仔菜，咱民眾唔免傷過頭行。也若要較保險的，就檢查青葉菜色，用70度以上落去煮過。美國東部發有史以來規模上大的環保豬糖胃腸病，密西根州的衛生官員初三證實講，已經有2個患者死亡，變做美國第1例和這種腸道鏡食糖有關係死亡案例。目前全美國確診和疑似的病例已經突破2萬例啊。
In a given year, when you see outbreaks, which do happen basically every year, it's, maybe 60, a few hundred, at the worst, maybe 3,000, but nothing like this. And so this is concerning because it took a really long time for us to try to identify where the source was. 環保集團主要是寄生在人類的腸道，若是菜色果子在灌溉的時陣，去接觸到核屎污染的水，就可能去告到環保集團。這菜色果子若互人類食落去，就可能引起落屎的症頭。美國疾病管制和預防中心表示講，環保集團病症一般是袂去引發性命的危險，但是人的死者本身有慢性病，脫水的狀況和病情是愈嚴重。聯邦衛生單位的調查指出講，源頭有可能和對墨西哥來的，究竟和連鎖餐飲店Taco整餐廳的青菜有關係？相關產品即馬已經互調回。Something that you purchase from your marketplace and it looks like it is, a brand that is local to that actual store could in fact be distributed by Taylor Farms de Mexico.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ere your food is coming from. 環保集團病症的擴散已經對公共衛生事件進一步是衝擊到餐飲市場，投資人士開始煩惱講消費者會降低佇外口食物件的意願，連鎖餐飲股嘛紅袂掉。泰國政府公司百勝餐飲集團是表示講，美國門市的銷售是受影響。另外一間以青菜做主打的快速餐廳 Sweet Green， 就算無使用即擺惹代誌的青菜，嘛因為消費者即馬攏不愛食青的食品受到影響。公司新聞新聞部編譯。南韓竟然熱到42度，咱看到南韓這幾個柑仔色紅記記是佇咧小影咧上海的範圍內底。8月初二，南韓的氣象局就講啊，佇咧東南部慶尚南道的牛山市是熱到42度半，這個記錄是創下南韓122冬來上介熱的。也今日南韓氣象局閣針對首都首爾11個區，第一擺來發布上關卡的嚴重高溫警報。首爾到甲下晡4點，也熱到37度2哦。也南韓總統李在明在佇個國務會議證實講，到甲8月初二是已經有16人來熱死。首爾光化門廣場天氣正熱，無啥遊客。只個人看到囡仔佇咧噴泉內面軟來軟去，一個佇咧清水川耍水，耍啊真歡喜。 지금 서울에서도 이제는 양산이 없으면은 좀 일상생활이 불가능할 정도가 되지 않았나 그렇게 생각을 합니다. 그래서 이게 기후 위기가 진짜 이제 저희 시민들 피부로도 느낄 수 있을 정도가 됐구나 그런 생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韓國氣象廳隨時對首爾11個區、京畿道甲歐南地區發布相關級別嚴重高溫警報。這標準是體感溫度要超過38度，或者是實際上關溫度39度以上就會發布。在首爾市第一遍，總統李在明在國務會議講，要趕緊提懸全國對熱天氣的警覺。 극심한 폭염으로 5월부터 지금까지 발생한 온열 환자가 2,000명에 가깝고 사망자도 16명에 이르는 등 상황이 매우 위중합니다. 極端氣候愈來愈接發生，李在明希望官員採取必要的措施，保護民眾的日常生活，並且在咧空調需求這麼大量增加的時陣，要檢查電力系統。南韓氣象部門是請民眾隨停止所有的戶外活動，而且警告無空調的室內空間真危險。 為了要對抗這邊的熱天氣，首爾市特別加強避暑站、加緊急避難所的設施，並且用降溫噴霧，也個熱水車降低多次的熱島效應。這邊相關溫度不是佇咧首爾，是東南部的慶尚南道。根據南韓的氣象廳資料，內陸城市牛山市這個月初二溫度攝氏42.5度，創南韓122年以來氣象觀測的上懸紀錄。包含國營媒體也報道，有一寡所在溫度超過40度。 並攏連續出現5月25度以上的熱帶暗，真濟人走去水上樂園耍水。這邊的熱天氣是因為朝鮮半島天頂的兩個高壓系統，北太平洋高壓，也有青藏高原高壓形成相當熱強，所以混合真歹形成，也有強烈的東風形成混風，和天氣更較熱。 在這麼南韓氣象部門是正在關心紅泰北海都的動態，觀察伊是不是破破高壓系統，和這邊的極端高溫會當小可較消透。公司新聞王如梅編輯。
也為了隨啦，佇咧6月24小煞發生規模7.2甲7.5的大地震，官方佇咧今仔日公布上新的統計，死亡人數來到6125人，也大地震到達超過1個月。這個協會啊咧稱哦，煞無到2成，罹難的人數恐驚會閣增加。這個查某人徛佇咧倒機厝頭前，口角強要擋袂牢，連續2遍規模7以上的地震，和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甲沿海拉瓜伊拉州災情嚴重。真濟建築物倒去，但救援傷過慢，民眾家己來用桶啊一桶甲石頭搬回，希望會當救到人。Por favor, alguien que tenga influencia que venga para que nos dé permiso para nosotros también ayudar a levantar que sea una piedrita cada uno, que cada uno levante una piedra se va haciendo algo。真濟失蹤者的家屬一直等，一個心攏放袂落。真濟人的親友失蹤，到怎麼也找無，也有人積極救援行動不停來，尋找救人的機會。Aquí había esperanza porque la niña y uno de los niños estaban vivos, estaban. Pero ya después que dijeron que una supuesta alerta de tsunami, los rescatistas dejaron el trabajo así. Cuando vinieron al siguiente día ya no respondía la niña ni el niño。地震已經過1個月多啊，災後行動開始對搜救轉向清理甲重建。政府佇咧初三公布上新的統計，到即馬已經清除超過38萬棟的石堆。不過，這個若佔總量的16.5%，真濟災民還閣住佇咧臨時安置點。委內瑞拉國會佇最近通過新法，希望提供更加濟主體，不過家園會當重建，往生者是無法度閣轉來。公視新聞林義珠編輯。2021年，緬甸軍事政變西部的陸海邦是已經內戰前5冬，糧食甲物資是真欠，也陸海人用在地的食材落去料理，簡單食，無啥油、無啥鹽，食起來又煞是又閣酸又閣鹹。也緬甸的傭工都有店頭佇咧賣這個滋味，食這個味思念家鄉。長長的米線太過了後，放入去水滾的鼎內底。邊仔另外一個大鼎，試麻落去，予魚肉甲湯內底的酸豆、蒜頭甲番芎仔豆豆仔煮甲香講講。看在那邊老婆呢，靠外邊呢，那靠嘛，伊話看家錄啲呢，靠我錄下佢哋呢，啊那邊老婆家，我話看家好多師傅，300箱嘅，不是說誰呢？那個不是咧，人節目咧拍啲錄掛後面呢，人節目咧回來呢，和茶室裡面沙到呢錄嘛個，要你啊，後來我嘛看家300箱，因為我咧把別啲好啲了個咧，看家好300箱嘅，不是個，啊路邊呢，看30啊，特別是咧，看這啲都吹什麼都不翻你們咧。過世節物咧，要不就退。這間佇緬甸用功的陸開餐廳，每工會傳200碗，用米粉加青魚啊落去煮的蒙特米，平個食湯的也會使食大的，看起來無啥物，青底的湯頭是真濟人的笑臉。要改革的，晚上晚飯咧，我還少我，要改革了咧。陸開料理特別的就是食起來真酸鹹，不過因的咖喱卻是比緬甸其他的所在較袂遐油。陸開人食食油鹽攏較少，而且愛食新鮮的食材，不管食啥物攏愛參點仔家己做的發家魚醬。雖然戰爭燒錢，予陸開邦民眾只好有啥物食啥物，不過對一般的家庭來講，透早出門會用慢着，叫這青菜倒來厝煮已經真滿足了。Điều này mà nó最近那非常难杀的嘞，那从小都是在那搞那二来西的，老不要看现在他那杀的，这西了搞那么少，古也看啊比较白少的嘞，什么呢？陸開邦的歷史古城廟屋，自古以來就小破感的外號，雖然這也因為內戰影響，不過無親像守護實對和全面圍繞咧，敢若一個高度共款。佇廟屋民眾會使開小餐廳來趁食，互外界因看到陸開美食的精華所在。這靠山挖海，伊佫挖到民家樂灣，淡水魚、海鮮甲山頂的野味甲野菜攏有。這個菜市啊，就北予旅遊作家講做是東南亞上較特別的菜市啊之一。也若天然食材也真多，也出現佇遮的菜市內底。不過佇陸開軍的統治下，廟屋這個所在日子毋是永遠遮太平。佇軍政府不時的空襲之下，平常時的和平日子隨時可能會化烏有去。公視新聞王如梅編譯。
要食的，過來看講哦，刺毛糖做醬也蝦啊，阮來食，觀眾朋友你敢要試？這是中國民主共和國首都金華沙一陣少年總鋪師應用在地的食材落去做的料理，因出菜是做甲真高級哦，就是要打破外界對中國料理的固定印象。把菜色切落去，用鼎炒甲香香香。這間佇咧金廈沙的高級餐廳，總鋪師當咧準備煮菜，佇咧在地是真有歷史。Donc c'est le moto, c'est parmi les meilleurs poissons d'ici en termes de goût et ça a une valeur très, je dirais, à la fois sentimentale et emblématique. Donc c'est lié avec notre histoire. C'était le poisson qu'aimait le maréchal Mobutu. 用心的醬料加法國美學的擺盤，讓人真好想到這是在地剛果的菜。On a décidé aussi, pourquoi cette idée, c'était surtout parce qu'on a l'habitude quand on parle de la nourriture congolaise, de se dire qu'on est toujours dans des buffets sur quelque chose qui est toujours très brut, et on avait envie de rendre la nourriture congolaise jolie sur une assiette et démontrer que c'était possible de le faire. 新的總鋪師甲傳統融合創新，不一個想要佇咧條件無好的民主剛果做有料的食食，僅僅仔是互食材穩定供應，就互因真頭痛。On n'est pas un pays où les routes sont en très bon état, où les produits peuvent arriver quand on demande. Donc c'est une des difficultés majeures qu'un restaurateur, déjà à la base, quand les produits ne sont pas très bien fournis, on est déjà bloqué. 路袂平，貨物運送嘛無順利，毋過少年的鬥志偏偏要挑戰無可能的代志。伊甲過去剛果料理內底煮一大碗的菜，這種傳統甲拼調。利用熱帶水果含獨特異味秘方，甚至用刺毛糖的醬料甲蝦仔，重新定義非洲菜。Et c'était important pour moi de montrer cette belle image de Kinshasa, du Congo, de montrer dans l'assiette que ça peut être tout aussi joli qu'un grand étoilé, que ce soit en France, en Belgique ou n'importe où dans le monde. 為前總統甲伊的魚仔，甲互人驚喜的刺毛糖的醬料。金廈沙總鋪師佇咧食食的創新，用在地食材變作是有料的料理，互全世界攏當食到這片土地佇戰亂污染以外的好滋味。公視新聞林義主編譯。感謝收看今日新聞世界通，明仔載講節時間再會。